后来乡亲啊，讲这个过年了后这段时间，因为落社看医生的人大暴动。疾管署的统计，敢若顶礼拜就超过138000人，原来是诺病毒在作怪。因为学校即摆已经开学了，疾管署讲，这波病毒性的胃肠炎有可能伫开学了后继续来增加。要提醒咱的乡亲，尽量莫食青的食物，啊，较勤洗手咧，做好着环境的卫生。过年围炉大食大啉，不过若是无细腻，都可能甲落落病毒食落去。有民众因为食饭感染到落落病毒，互规家伙仔11个人到10个人拢去胃着。儿子去聚餐不小心得到了，从学校得到的。他腰果后来传给米果，米果因为他会把吃一般的饼干给我吃嘛，然后我就吃了。落落病毒会互相烧话，过年结束，煞来好好开学，烧话的人嘛对咧变多。疾管署统计，国内顶礼拜落屎挂急诊的人超过13万人。最近4礼拜落屎通报的有87件，内底感染落落病毒有58件，占97%。若参与民俗业者，就占71%上侪。当然还是吃到就是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，腹泻症状停止之后。还有可能接后面的这个48小时还有可能有传染力。感染落落病毒主要是食到有病毒的物件含水，手若是摸到患者的嘴烂，或者是大便，佮吸到家己卖胃着。而且落落病毒用酒精打洗手是无效的，手嘛是要用地裤洗，注意个人卫生，才袂去得到落落病毒。